观众朋友食饱未？老师平安。平安，文清平安。听讲昨哦，台南信教会老师是台南信教会吼。听讲昨来去伫即个啥物小琉球，就是我的后壁遮哦，因去遐啥物叫做东宁呀，就冬令是营。学生啊，许寒的时阵，就来遐就学生来讲道理互因听。所以迄个咱今仔日搁要讲诶吼，有一个宣教师哦，伊伫遐生囝，所以因囝吼叫做迄个名，叫做小琉球。小琉球诶迄个台语名来讲吼，咱等下会知影哦。而且吼，咱今仔要讲诶即个人是顶礼拜讲诶迄个人诶因某对无？对。咱前礼拜讲宋中坚吼，咱前礼拜有讲着宋中坚，宋中坚来台湾2冬后，到第2年就对啦。宋中坚牧师伫台湾第2年，去伫香港甲即个伊丽莎白来结婚。伊丽莎白是对苏格兰诶格拉斯哥来。对，咱是第一个台湾的女西医哦。对，因结婚以后就随来伫台湾府城，来伫台南。真少年的结婚吼，嘛真少年的过身去啊吼。咱要来看为虾米遐尼短的人生吼，伊会当遐尼精彩哦。来，咱后壁吼，今仔要学的台语足困难的，我感觉我嘛袂晓念。春蚕到死丝方尽，逐个朋友有人会晓念无吼？会当写来，咱的朋友来啊吼，明辉你好，梅秋胡妈妈，就一寡无啥物的朋友吼，欢迎你来看到最后哦。咱即阵要来讲即个顶礼拜迄个牧师一部。因为前礼拜迄个牧师叫做宋中坚吼，所以伊丽莎白的头前的加就是宋。这就是伊的丈夫的姓吼，宋伊丽莎白。宋伊丽莎白呢，伊是苏格兰的人，伊出世伫格拉斯哥。咱知影足济牧师拢伫格拉斯哥迄间大学来吼。伊就出世伫迄个所在。伊23岁大学毕业以后，搁去读医学院5冬。读了以后，伊考调内科医生、外科医生，搁有证书。伊3款执照，伊若留伫英国是真好过日啦吼，名声有哪真透。应该做钱哦。咱注意哦，伊选择一条坎坷的路，就是讲，迄阵台湾嘛足少人知影，要来遮要安怎办？因为真侪人来遮拢得着真侪款的病症，拢早早就死去。会当讲一个真无好的所在，伊哪会要来咧？咱是在讲，伊哪会要来？伊的成绩是，伊读册是足敖的哦。伊毕业的是第1名哦。就是有钱通趁，哪会无爱趁来遮啥物所在？对，有钱人趁无爱趁。伊来台湾阁是无趁钱，伊讲伊病拢无收钱吼。因为圣经内底有一句，咱咧看马太福音第4章23节哦。伊在圣经有写讲，耶稣骗行加利利哦，伫因的会堂教师宣传天国的福音，医好百姓逐样的病症。就是讲耶稣逐位去，就医人的病哦，青面看见，歹骹会行哦，互鬼附身的甲赶出去变好起来。伊就是安尼医病。所以伊就是看到即句话，伊决定要来。即句话，伊讲互善良人也有福音传互伊，这是耶稣所行。那安尼，咱若要跟对耶稣，是毋是爱照安尼行就对？伊学医学，伊会晓讲医病，当然伊就是爱安尼做，伊就是要安尼做啦。跟对耶稣的脚步，所以伊就来伫真落伍的所在。虽然伊的医生的资格是足响亮吼，
所以为了要纪念这个伊丽莎白医生，所以麻豆新路就是讲台南病院伫麻豆的所在有一间副院因为麻豆离开台南足远嘛，所以伫台南的新路病院伫麻豆佮起一间新的伫遐叫做麻豆新路病院，伊10楼做礼拜堂用，迄间礼拜堂就号名叫宋伊丽莎白纪念教会，就纪念礼拜堂。家己咱的纪念。咱来讲小琉球的迄条的宣告。小琉球咱知影吼，今仔日的小琉球是要去的人也少啦，目前还佫无医生要去遐。真侪人无爱去小琉球。遐未无病院。因为伊有捌偏僻，迄个岛佫无介大地，所以大家拢无爱去，无钱通趁就对啊。简单讲，宋伊丽莎白伫伊甲宋中间结婚以后，就来伫台南嘛。台南2年后夫妻就甲宋中间2个人到每一个偏僻所在去宣告医病，甚至小琉球也是，小琉球要安怎去？无车通坐，因为坐袂过，一定要坐船啊。嘛无飞机通坐，飞机嘛无开伫遐。我记我第一摆去小琉球是拄好伫风台了，来风影足大，想要坐云霄飞车，真恐怖。对啊，因为小琉球交通无方便，迄个所在个人数也无带介济人，所以你要伫遐做生意、趁钱拢无介好势啦。伊到小琉球医病拢毋免，因为伊咧医病是无咧共收钱的，甚至伊药啊，互人有哪是共款无收钱，因为伊药啊是英国的乳酸，就是乳酸的部来奉献互伊的药啊，所以药啊无钱的，所以药啊就互人。伊的薪水当然啦，伊的工钱咱无算钱啦，因为伊讲伊已经有咧收。就是教会嘛，教会有请有一点点仔薪水，迄就有够个伊食饭啊，所以伊病拢无共收钱。伊小琉球的时，当然是遐福音啊，逐个人若拢爱来找伊，伊就伫遐，因为是真无闲。毋过伊伫小琉球的时候，拄好伊要生囝，生第一个查囝。所以家里就是伫遐出事。你要生搁坐船去迄个所在，无简单。足侪人要生拢来伫台湾即阵伊要生走去小琉球。我想讲，足侪人要生拢走去美国，所以即阵就是伊去什么，无人要去的所在哦。对，伫遐迄个查某囡仔出世，伊的囝伊的婴仔出世就改号名叫小琉球，因为小琉球迄阵叫做龙北。即摆有一寡人叫做拉美岛，有人讲拉美拉美岛是龙北，伊英国人伫遮是安尼讲，迄个岛因为英国的名叫做龙北，做因囡仔的名，因为囡仔叫做哈照龙北佛古颂，佛古颂就是宋中间牧师的姓啦中迄个名是小琉球。即个囡仔大汉嘛是。大汉以后，伊做护理的工作，做护士就对。所以咱知影讲，伊一个宣教师，伊就是顺坦也所吩咐的，就是讲教逐位去传福音，天边海角善良人有福音传互因，毋是好个人才要传福音互因，善良人也要传互伊。是，上帝是看顾。伊是交当伫台湾，因为伊有一届就去高雄，即摆叫做高雄啦，高雄的目西，咱较早有介绍过目西目西是上早建立的一间教会啦。
马雅国来诶时就是请目西两个护士，毋是讲护士，两个一个算做伫遐帮助伊扫地啦、煮饭啦，就是请目西。因为目西遐即摆来问，遐有那是草地所在啦当然伊请因爱两个伊请的工呢，就转去甲伊讲伊听着道理，就甲道理宣录因因同乡的人听，因同乡的人就足欣赏，就走来台南找即个牧师听道理，佮有教罗马字，刷落若有病，佮得到医好，所以因教会足紧就伫遐建立，就是创123篇有一届，就是去遐共款遐医疗啦，去伫迄间教会，去伫迄间教会念着。台湾迄阵有足侪寒热总是有真侪迄个病就对了。伊念着病情以后，就转来台南所有医生拢无法度通甲医，伊就一日一日来身体来歹去，所以无偌久伊就离开世间。所以伊离开的时阵，伊过往的时阵，甲33岁。少年伊的梦有哪伫台南？这就是伫台南的梦，水水伊宁可甲家己拢总互人就是讲奉献全部啦，怪伊的生命嘛。人讲他宁愿烧尽不愿朽坏，讲无爱囥咧互伊生鲜啦。会当用诶尽量用伊伫医学上面诶成就，就尽量甲伊用。是安尼，所以伊诶生命就安尼烧尽。所以信仰甲福音团配每一个角落，每一个片面诶所在，这是伊诶愿意啦，伊愿意安尼，伊志愿安尼做，就安尼行。所以咱有故事啦，台湾话有一句诗对，就是讲。迄个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为泪始干造成即个人的人生咱若知影讲，家己敢会当活33岁，伊敢会选择安尼，应该做少人会选择安尼，可能会走去算较紧像迄潭牵丝呢，一直牵到死，准煞。哪条就一直烧甲打去，拢无啦，较准煞。所以咱即摆新说来学一寡台湾字台湾话内底台文内底有文言音，佮有白话音，所以叫文白读音啦。文音是啥物？就是咧读册用诶音。白话就咧讲话，因为咱知影讲来台湾讲一款，香港讲一款，尔去广州，还是讲去每一个苏州去上海啦、北京，因所有讲诶话拢无共。若安尼就是讲若安尼政府要安怎考试咧？考试要安怎办？所以考试诶是，逐个人拢总爱用读册音。统计读册音，即摆咱台湾话咧讲文音，就是文音，就是读册音，就是官方咧用诶音，就是你要考秀才，要考进士就是拢爱用即个音啦即摆咱即首诗咱来读就用文言音来读，像迄个潭诶蚕潭，这是白话音潭丝有无？咱若要讲文言音，就讲蚕。还是讲蚕，有哪会使？目前有两款讲法啦，蚕诶蚕。所以咱即首诗咱来读种春蚕得素西风尽。就是安尼读。春蚕得素西风尽。第二讲立句生海泪丝干。立句生海泪丝干。
瑞时间，瑞目屎个瑞，时间，所以你看，迄个文音哦，你像咱文啊，足侪所在，咱知影讲固定的讲法，咱讲山就好啦，山顶、山骹，好无？山顶是毋是讲山迄白话音？啊，你若要讲阿里山，大家拢讲阿里山，山就是文言音，无人讲阿里山，拢讲阿里山。袂使讲阿里山。山顶山骹，无人讲山顶山骹。山骹，所以即款叫做文言。12个10，无人讲12个。10就是10啊。我讲10就是文言音。是。所以咱这若要写哦，足侪台湾诶话内底哦，足侪所在拢难咧讲。像1、2、3、4的，1、2、3、4、5、6、7、8、9、10，这是什么？这是白话音还是文言音？你听有无？1、2、3、4、5、6、7、8、9、10。这是文言吗？文音，文音。若讲7、2、3、4、5、6、7、8、9、10。这较10就是白话音。种朋友学会晓也袂，嘛是袂晓读吼。这敢若看即个中文是袂晓读诶吼，爱去查以前诶即个字典对无？这就是因迄阵讲诶话，佮有保存诶迄个音，目前用罗马字来写是上好势，佮上简单。咱看罗马字就拢读会出来。对吼，好。今仔日真多谢老师甲咱介绍即个，嘛是真短人生吼，33岁，比耶稣较短呢吼。但是伊伫台湾的高档哦，就上个讲伊上有啥物上有气力的时，对，上有气力的时，拢伫台湾吼，拢奉献互台湾。而且伊伫遮吼，伊拢无后悔哦。到最后一口气吼，拢要去帮助人。毋知影咱讲咱出世诶时阵，个牧师讲出世，咱就知影，啥物拢毋知对无？但是知影一项代志，就是一定会死安尼啊吼。所以咱每一个人拢是出世就知影一定会死，因为咱活诶是要创啥呢？所以会当家己诶人生活了遮尔精彩诶吼，是无简单诶。嘛真欢喜咱熟悉台湾第一个女西医。第一个女西医对。是安尼，感觉家己吼人生真精彩，当家己饲一个赞。啊来，咱新年吼，一个头起身开始吼，未离位对无？嘛是会当家己饲一个赞吼，因为咱不时吼，拢会当感谢上帝，互咱各有活命会当重新开始吼，会当甲过去迄感觉无好好利用生命诶吼，好好甲伊反省者，来会当个重新开始吼。好，安尼真欢喜吼，咱即个节目是台湾诶台南信教会林老师泰国启蒙基金会吼，做伙主持吼。后礼拜1个 AM，同款时间，台湾8点10分，泰国7点10分，澳洲1点吼，下晡1点10分，做伙过来讲故事。希望大家会当找到一个今年你想要做的代志吼，人生的意义吼。好，多谢老师，多谢各种朋友。有人讲话哦，看。10话你有上客家吼，怎样客家客家话？袂晓，我袂晓讲。咱种种朋友后摆会晓讲诶人吼，邀请你来讲者。你会晓讲恁家乡诶话，咱诶过年诶时哦，该做一个专门诶专辑吼，来讲即个恁家乡话。岛诶话，互咱知。好，安尼多谢老师，多谢朋友。